开会了。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村民大会。前日参么昨天混哦，农民都很苦连天，因为冇小心。今年嘅宪法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哦，所以那个农业保险就变成大家关心嘅议题哦。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农保，不是我们过去讲说农民健康保险的那个农保哦，是农业保险。它大概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养殖业，一种就是农作物。养殖业包括像家畜啊，一些牛猪。过去台湾政府呢是其实有针对他们在死亡或者运输上是有做保险的。不过农作物也不是没讨论，政府也是希望说透过这种健全的农作物保险制度，可以慢慢的互补啊、过渡或者是取代现在的这个天然农业灾害的这个救助办法，来让农民的生计得到更一层的稳定哦。不过喊了这么多年，只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是因为在操作的难度上可能还需要克服哦。到底保费要多少？保险的种类有哪些项目？又要怎么鉴定？又要怎么理赔？样样都是大哉问哦，所以今天很高兴请到诸位各界的来宾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让批为大家少介哦，体委员少介是农委会普托处的寇总王东良王科长好。大家好，欢迎寇总。庭委来宾的少介是新竹县政府农业处的技正黄技正你好。大家好，欢迎技正哦。第三位来宾少介是中华民国产物保险工会的秘书林荣忠林秘书好。大家好，欢迎秘书。第四位来宾我们介绍是逢甲大学的教授好。大家好。欢迎我们的杨明宪教授。最后一来宾呢，我们大家很熟悉，我们介绍是立法委员江启臣委员好。大家好。欢迎魏然哦。我们先透过这份资料就知道说，小小的台湾宝岛上面临的这些严苛的天候风险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排第一位的就是台风，那再来呢，焚风会烤焦蜜枣，豪雨呢会打坏文旦柚，那大雨不行，那这种绵绵细雨的淫雨霏霏呢，也会让我们的稻穗产生穗上发芽也不行。冰雹打伤水蜜桃，寒流冻伤我们的上将梨，那非旱即涝，有旱灾也有地震，所以你看到这么多林林总总不同种类的这种天灾风险，当然对我们的农作物的生产就是极大的考验。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哦，它针对全球的灾害分析报告里面就讲到，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容易受到天灾袭击的灾害热点。所以就是按用讲起来，你该挑起按压挑受到该冲击动态哦。我们先透过一段样片来看吼，实际度讲总该现冲，了到自然环境对农民嘅生产带来乜嘅压力。春天嘅天时趁寒趁热，好点点嘅吹嘅风，可以咁嘅原住民入太高，木結結咧。現在也按有名嘅新竹有講風，唔但唱做得老吃法，曬到又香又好食。咪做得老也貴太片沒有顧嚴嘅咁嘅法，吹到跌槍槍。法哦，像啲風台也會有多少影響啊？落當叫嘅水嚇，像於禮拜啊嘛，佢會收嘅花粉嚇，佢會收粉嚇，冇按完全，會跌下來啊。看到薯條下跌下來嘅苗果，入太高都會吃到當唔盼得。佢老咁嘅盡做自家嘅生意呢，事態前來估。一尾風一搭一搭拍拍嘅，就係佢老咁嘅茶嘅風勢呢，就讓天時停熱咧，咁嘅也半日頭曬到走踢。另外要行過愛少，咁嘅乃唔好硬寒嘅天時。天冷溫度天大，韓國見落雨嚇，落水嘅時間，其實會變成焦啊軟，所以其實會快氣啦。假設講要而家寒流要到啲來嘅話。你嘅搞唔好，佢會變成將落一上啊、兩上嘅數成呢啲啦。東江風吹雨到熱頭炸嘅，係唔單唱咁嘅，還有名嘅躺起來當英雄嘅宋江里，對你嘅眼看下過去，一點一點透明反光嘅，就係亞貴太清嘅將軍，佢到專屬嘅色彩。東開發嘅下吼，你哋2030年吼，雨水重，冇雨傘來炸人吼。開發開唔起啦，水督下吼，化為下體去，所以冇嗰種嘅雨傘嚟炸人吼，唔會結果啦。你發開嘅時節，清江度到落雨，鐵人也係落爽，咪做唔得。細仔就做得同家到炸風帶雨，
细细一支就会16个元。就算假使唔便宜，不过落雨季下有好大雨嘅利益，大致力就做得增加一半。农民对抗境变化嘅天时，大家各有本得。对这个低温的寒害啊，其实它比落雨还好预报。我可以在1个礼拜以前同大家讲，可能会有温度会很低，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中里会有寒害会发生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农民呢，听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提早做一些这个寒害的一个预防的工作。蒙田绿色嘅农民头摆看农民力来耕种，不过环境境变化，天时都难借。而用嚟讲大天灾带来嘅影响，可能唔系单枪农民去关心。我们光是看到这些水梨啊，还要遮着一只小雨伞，大概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些高价水果它们有多娇贵哦。那科长，其实刚刚看到影片，我相信你在农业现场这样穿梭，应该也都很熟悉他们这种艰辛对抗恶劣环境的这种辛苦啦。只是我们在想到说，从过去哦，这些不管是在强度或者是发生频率都非常高的这些天灾风险之中哦。我们过去现在现在我们的中央政府还是有在推行这个农民天灾救助办法嘛，哈，这样子跟这些天灾发生率比起来，是不是我们的负担其实是很重的？我们现在大概从民国这个80年到103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损失，就是天然灾害救助基金，大概已经支出了大概380亿，那受益的农户大概有207万户。哦吼，那这样算起来，平均每一年至少都是几十亿的农损的救助金要发放出去。对，平均下来大概每年都会有10几亿。来，我们看到要海农损补助，显面堆已经是破了280亿。那照刚刚科长他的统计，30年来其实都快已经到400亿了啊。那我们看到历年这个农业天灾灾害救助的一个现况是怎么样？93年的时候呢，支出了16亿的这个救助金；94年的时候来到56亿这么高，因为那一年有612的大豪雨，还有那个严重的台风海棠台风造成的这些天灾农损哦，95年的时候还好，只有3亿；96年的时候41亿，那时候是有科罗莎台风；到97年的时候37亿，那时候是强密台风。那看到98飙高到56亿，那时候就是鼎鼎有名的莫拉克。其他的年份平均也都在几10亿以上的这个灾害救助金，那还更不要讲民国85年的赫伯台风，那是全台湾整整108亿，那么强烈、那么高数额的这个救助的那个现金救助的一个补偿哈。我们再来看到造成这些天灾农损，到底是哪一些的天候条件会造成这么严重？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位强度最高的还是在台风，超过60%以上都是台风的强风豪雨所带来的一些农损哦。再来雨害也有11%，低温害、冰雹、寒害等等其他都造成这些天然的损害哦。那我们就是想要问一下教授，其实我们讲到说保险，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比如在一人有难，大家分摊。这种分摊风险的概念，不过我们看到农作物它虽然是有机体，它是一种生物、一种生命，对不对？那对照过去我们的台湾天灾风险的这种条件这么严苛，频率还有强度都很高，那它这样子有符合到我们保险的一些原理原则那种大数法则吗？那保险呢，各位都知道呢，它基本上就是农民要缴纳一部分的保费，然后透过一个大家共同参与的一个方式来分摊风险。那如果有遭受到一个天然灾害的一个损失的话呢，那就可以得到一些理赔。就我们台湾自己本身这样一个没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来达到一个有效分散风险的一个目的的话呢，在过去的研究似乎在台湾呢都没办法去开办这个农业保险。但事实上呢，在现在的一个保险的商品的一个发达，以及共保、互保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普及呢，其实我们会观察，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在做农业保险。台湾一直没有在做农业保险，这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地方。而且政府呢，过去也花了很多钱来照顾我们农民，但是呢，却没办法从一个保险的这样一个机制呢，来让我们农民呢，在整个收益上面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保障，而且也没办法让我们的农业保险呢，是作为我们农民的一个
风险管理的工具之一。所以从教授的说法，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体认到说，这个农作物的保险对这个农民的生产的保障是有必要的。只是说台湾喊了这么多年，之所以没做，可能就是它的操作性有一些难度，因为我们台湾的农作物就是少量多样，差异性又大，大家的产季、产期、产地可能都是集中或分散，所以在这个保险的保单设计上、险种的设计上，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啊，可能莫衷一是。那县政府的技政，我应该强问一下啦，就会讲，其实除了农业界也讨论动球咧，吼，那个事情，农民可能也确实有需要。不过，礼拜让政府很有想讲，我们喊了这么多年，这个农作物的保险，如果不试着去走一遍，可能也不知道问题是发生在哪里，是存在在哪里，所以必须还得实际的这个run一遍才会知道。那这一次地方上提出说，这个由我们新竹这边有梨的产业，可以来先做这样子一份实验哦。这第一份的这个农作物的保单，可能就可以开始实践。地方上的需求，你还很有版型呢。我们是位在第2级的这个县市，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农业的灾害必须现金的这个灾害要达到有1亿以上，才能够来办理这个现金的救助。那除非是所谓的全面性的这个灾害，比如说像台风，非常大的豪雨，才有可能让这个农损的金额达到这个上限，才能够来办理这个救助。那即便是比较小型的灾害，可能救助的金额也只有现金救助的80%，那也要经过改良场啊，会同中央跟县市政府来去认定说对农民产生严重影响的这个部分，才可以来用专案补助的方式来救助农民。所以大部分说起来，农民因为不可抗力的这个天灾受到的损失，大部分是自己默默承受哦。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救助门槛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政府可以透过一些示范，那我们邱县长也体谅到农民的辛苦，所以这次农委会慢慢这个雏形出来之后，我们就率先来响应这个农业灾害救助的这个保险的这个部分，我们来负担，跟公部门跟农民一起来引起农民的这个投入保险的这个。欲望，那我们来同样的协助农民，可以在他们农业生产上面可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其实讲到，你讲农作物该保险，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专门大法是针对农作物或农业保险这边来，所以我们是按照农发条例第58条，在农业保险法还没有制定以前，可以经过中央主管机关的订定办法，分区、分类、分期试办。那现在我们台湾呢，新竹县政府也是率先跳出来响应，可以来做这个试办农业保险哦。那我们再看到呢。这次的保险所选到的这个农作物的项目，我们看到有这10项先选出来哦。这是各地方的县市政府还有我们的农改场所提出的一些作物建议哦。那看到清一色几乎都是高经济价值的水果，最后一个是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那像葡萄、高阶梨、芒果等等都是哦。那这一次不是说这10种作物马上就纳入这个我们的农作物保险的这个试保的名单里面，我们先选出的是。高阶梨哈，那为什么会是选高阶梨呢？因为它1年1收，然后呢，它的单位的价格很高，所以呢，当农民一碰到天灾的时候，他受到损失就很大。你都咧先透过那个新闻方面的了解哈，才显从包括我们像新竹、像台中都是生产梨的这个主要的产区，采动体甲农民佢到各种细节会拄到嘅麻烦，还有佢都要对那个农业保险嘅想法有很嘛嘅hin。係講冇淘汰嘅時間哈。钓尾嚟水，當有水分，當好食嘅風水梨，連釣尾出地，愛放釣尾出來來生梨，每年嘅梨葉早前愛立太多，又圓又長嘅細梨葉，當有精神嘅起地梨白紅，啲定定愛睇嘅高層地度，加到出種鵝鴨子，當唔好照顧。開發期間落水其實好唔係個淘汰落去嘅時間是。最驚嘅情況是驚風災，風災些啲水利會不給打透露或落體。像啲水利差唔多7月份才開始採收，好差唔多6月份辦那些時所以係溫度調高，其實會曬熟嘅啦。聽日太冷出中的，行卡唔是講做太寒落太熱，也係不風采嘅。天災來嘅時節，農民嘅心血做下落反疏通。對亞農會同民間保險公司針對10種高經濟價值嘅作物，
研究农作物天灾保险，要推出全台湾第一种农业保单。新竹县要先来辞判。原则上来都是希望中央单位以天的判法吼，佢做得劳基的补偿费的比例啊提高啊，本农民啊，佢都大概最多啊，希望唔好超过10%，为出嚟保费啦吼，人政府咪会听收到吼，呢部分让真正对农民有啲好处啊。体检团针对高接力来辞判，高接力嘅驾驶好，相对成本咪较高。利用轻少嘅就是爱反倒，像是接力嘅时间速度很快，离峰东上，所以嘅高场就爱再过来100。轻强嘅就是时间高铁咧，成本咪爱办高。之前是讲我哋报那个风灾啦，又落雨啦。按而高接力来讲，大部分嘅航海会较大影响啦。保险嚟讲，航海冇呢嘅时间，我冇呢嘢我报啦。我建议是讲，呢保险嘅部分唔至接落去部分分咗双海嘅部分第一阶段嘛，第二阶段就落雨嘅时间，第三阶段分一个风灾嘅时间，分其他种保单落去，帮农民自家去选。照农粮署103年嘅统计，全台湾种梨嘅面积有5000公顷较加。台中、苗栗係種千多嘅，各地地理條件都冇強用，天災來嘅時節，要讓人天損失咯。對於農民來講，老農作物保險過後，咁證件會較有保險嘅。政府、保險公司同農民沙算盤，係特別緊。总理何时唔过会总都有秀心摸昂贵哦，都个考验动斗哦。那么江委员，我想请教哦，其实你出生台中，你看我们其实种这个梨子面积3000多公顷，那是全台湾最大。不过梨农种这个水梨的这个风险几乎无时无刻的存在，不管是哪一个月份哦。那农民现在听到说中央政府开始推出的这个农作物的保险，听起来是个福音。可是农民最大的心中大灾问就是，那我到底要怎么保？我要保哪个阶段啊？我是不是可以选择我所需求的去保呢？其实农民的问题就是说，真的我保到了，你怎么样来看灾？你怎么样来确定？怎么样来理赔？其实这个问题是农民现在最大的疑问。我想的确这个农业保险现在要推动我觉得很多的观念可能都必须要先理清第一个，过去以来其实农民他靠天吃饭之外，接下来他就是靠政府。当他天灾发生的时候，我们天然灾害救助它是一个单方面来辅助或者救助的一个观念，但是到保险的时候，它是商业机制，是所以即便今天我们要推农业保险，你最后还是要有商业公司进来到这个机制里面那这中间差别最大的是，因为商业机制的话，他收到的这些保费，他可以去转投资，做很多其他的这些收益性的投资，他才有办法赚钱，才有办法来弥补万一发生灾害的时候的这些损害赔偿。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农民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今天我要得到这样的保障，我必须要付出某种程度的成本。那这样子的成本也就是保费啦，讲白点就是保费啦。保费怎么计算？然后投入这样的保费，是不是能够算在它的经营成本里面，最后要不要转嫁在消费者身上？我觉得这个可能农民都还要再去思考那光保费的这一点政府补助多少？这个可能又有中央跟地方。我昨天才刚好咨询这个陈宝基主委，他跟我讲说新竹县要优先来试办，所以这个到时候可能还会有县市政府不同的差别待遇问题。那中央政府要补助多少？是中央政府要把原本他拿来做天然灾害救助的那一些，可能大概在灾损10%左右的那个经费，要拿来投入在这个保险里面呢，还是不要？我觉得这个有很复杂的成本计算在里面。是，所以光是第一门槛，这个农民要付多少的保费，可以得到多少的资源，就是一个要讨论的事。否则对农民来讲很简单
我最好付最低的成本，我可以得到100%的保障。而且委员，现在这个是试办第一步，还不是正式要推耶。那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好不好？既然是试办性质，要先让农民可以产生信任感，农民能够有这种认同感，可以来加入这个农作物的保险。目前在这个农民要支付的保费上，就一起在跟我们民间的产险公司这边讨论的这个，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细项已经出来了呢？因为是这样子哈，因为这个保单是由这个保险公司在开发嘛，那依照金管会的规定哈，因为这是一个新形态的这个商业保险的这个产品，要经过金管会的这个核准，它才可以来贩售。因此呢，这个到底这个保单里面的具体内容，那保险费到底是多少？还是要等到金管会核定下来这一张保单才会有所定案。那纪政这边呢？你的回应？针对这个补助的陈述来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早一步看到这个保单，包括刚刚看到这个 VCR 里面也有农民非常热切的是希望说这个保单可以有多样性的选择，就表示农民对这个是有期待的。那未来针对也许会有不同的保单出现，那县政府这边也是希望可以起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个效用啦。那是希望说农民可以来亲近这个保险。那初期推动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不做。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原则上农民还是要一些自付额。那么县政府可能再搭配补充一些，中央政府也有一些补助来凑成10等份，然后买下这份保单。目前至少这样的方向是对的吧？是吗，两位？好。那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秘书啦哈。其实从保险的原理原则来讲，刚刚委员也提点到了，其实它必须要维持它一定的利润的基础条件呢，它才有办法在面临天灾的时候给农民或者保费承保付的一些赔偿啦或者理赔。那目前对业界来讲哈，政府现在开始有这样这个农作物保险的需求丢出来了，在产业界研议这个保单的这个意愿度也好咯，兴趣度也好，还有专业性方面。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你们的一些讨论的状况吗？那以目前农委会这边希望推出来的10种农作物来讲，那目前是选高阶梨先做嘛哈。那高阶梨的保单，我们有一家保险业者，事实上他已经研究1-2年哈。那甚至于这家保险公司为了做这张保单，他们还特地找专人组成一个小组哦。那这些专人当然会包括有一些有农业背景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农业技术上有相当程度了解的人，都已经做好功课了哦。因为毕竟这张保单不容易哈，所以因为是第一张，那这个产出的过程当然必须要比较慎重，所以可能在今年度在今年度会配合农委会的一个推出的期程哈，大概8月份左右吧。那最近应该他们也会送金管会哈。是。那因为新的规定，这一张保单是要经过金管会那边同意销售啊。也就是说，它整个设计的内容，不管它理赔的一个标准，它的保费都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所以还是有一个讨论。那在讨论到这个保单这第一份保单的一个内容设计上，我们先来就针对这个第一阶段这个保费问题，我再还有一些还没有厘清的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教授。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哦，这种政策性的支持辅助的这样子一个社会保险形式，但是是用商业保险的方式来执行，在台湾的这样农作物的保险，一般来讲，这个保费农民是可以完全不用支付的吗？完全仰赖政府呢？还是它其实在一定的这个比例上是有一些借鉴或成功经验可以来探讨的？是，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保费多少。其实这个保费呢，跟你的保障程度有关。如果说你希望能够有比较多的一个保障的话，那相对的保费也要比较高。那我想这个保险公司呢，会精算，根据过去这个发生天灾的一个强度跟频率来计算它所对应的这个保险的一个费率，但是呢，这其实也关系到有多少的农民愿意来投保。如果说有更多农民来投保，
那保险公司呢，基于这个风险的分散，它就可以有办法来降低这个保费。但是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试办的这个农作物保险呢，似乎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一个保险，而是采自愿式的。虽然我们强调呢，它是属于商业机制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保险，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试办这个阶段没有很多农民来参与的话呢，其实我也担心。未来我们这个试办之后就走不下去了。所以农民如果一开始不支持，可能会很难做成功。所以这个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很高兴呢，刚刚听到这个新竹县政府愿意跟中央政府一起来合作，来降低我们农民的一个保费的一个负担。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未来整个一个。农业的一个保险的一个推动呢，不只是需要政府跟民间的产险公司来合作，甚至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共同来结合，让我们的农民有更高的一个投保的意愿，然后来降低它的一个保费的一个负担。这个在日本，它其实呢推动农业保险非常久，它从1938年就一直实施这个农作物的保险，到现在呢也已经70几年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呢所关心的，比如说以这个高阶里作为一个试办保单的一个开始，我已查过呢，在日本他们有关于这个水泥，他们的保险的费率呢是5.5%，5.5%，也就是说，你如果说要确保你未来至少有10万块的这样的收入的话呢，那么你的保费可能是要缴纳550块钱。我想，这个保费的一个高低呢，我们或许可以去参考国外。以及这个政府在整个一个保险里面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知道，日本跟台湾毕竟有不同的农业生产跟这个气候的一个条件，所以呢，这个整个一个保费呢，还是需要这个我们的产险公司这边再做一个进一步的精算。那当然呢，政府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公共支持的一个态度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透过这份资料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像高阶梨这种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它的整个产季、它的需求、它会面临到的天灾的威胁，其实每一个程度都不同，所以是不是需要设计出不同险种的保单呢？像比如说从年底12月份到2月份这段时间，很有可能会经历到寒害所带来的作物损失。那2月份到6月份又会接受到冰雹跟梅雨的这些天然灾害的威胁，所以进入6月以后开始进入采收期，那7月以后差不多就采完了。所以如果说现在民间的产险公司他们保证说拿出一个保单是来保单一作物的一个台风险，对我们当地在地的这些高阶里的农民来讲，可能就不切实际，因为我台风几乎保不到，因为我已经采收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险种还有它的保单内容设计上，就会变成是跟在地的实质生产条件是要环环相扣的。那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秘书哦。其实对农民来说，每一个作物的生长条件都不一样，那还不要分说台湾那么多的区域生长的天然环境、水土、土壤都不同哦。那对农民的需求来讲，我只想针对我有威胁需求最大的去保，那才可以比较某种程度更稳定的保障我的收入。可以这样挑、这样选吗？我想保险公司的保单的规划应该不会这样做了，因为毕竟它高阶里来讲，它是1年期的作物哈，那它保单的规划也是1年期，也就是包含它所有可能的风险，包括它可能有寒害、有霜害、有下雨、有台风。那这样子才能成就一张比较完整的保单。所以你要买保单，就是一次买单一个全部都有的，不能挑对自己有利的。所有的风险都在里面。如果你去挑，这个保险公司可能不会很乐意去做了。那科长，其实对我们产业界来讲，这种产险的这种农作物保单算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他们来讲是全新领域啊，需要一套很完整的系统性的知识来进驻，他们才可以协助他们做判断、做各种认定，甚至在基础上设计保单的知识，他们这个背景必须要有。可是对他们来讲，现在是要赤手空拳要去展开那一块地哦。对我们农委会来讲，这边给业者这边的帮助是什么呢？我想，因为这一张保单未来会送到金管会的那个审查委员会会去审查，那当然我们农业部门的单位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他的这张保单，他所开发设计出来的，应该是农民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负担保费的能力，这项保单在市场上才可能卖得动。
是，那可能这样听起来，这个保单初步来讲，可能不是太豪华，或不是那种全部都包的海陆套餐哦。它可能要先比较亲民一点，然后基本上能够起到保险能够发挥带来的保障作用，让农民产生信任感，可能是现在要做的第一步。不过呢，你也都好起，提前个农民激动用办上用办款，透过呢是国体去从各种某强用政府嘅农民来谈激动嘅心上係嘛嘅。唔使大家做到線上嘅我數天啊！很嚴重嘅種先，有嘅甚至冇半點冇數啊！都付出到2萬元天，光冇人嘅，得本嘅養嘅錢10天錢都冇啦，冇講話嘅皮錢也得。種來看電視番，係咩啊？風災了大概，睇政府上班而家2塊錢嘅大費冇準算咧，唔係講全部由我付出，都要還台東縣沒有內陸在一起冇付出，就會吃到個省鄉嘅嘅條門檻太高，當高無效，所以講呀，該種個東西要補啊，冇補啊。貸款他某年要推啦，因為咁樣要利息嘛，農民繳唔起咧就利息啦。收入偏少嘛，伊家己賺冇幾多嘛。用馬上來看馬上人大標準，所以額要繳幾多錢？你最高你就在賠額幾多呀嘛東西，那個亞東人怕冇咁簡單啦。不妥，馬現在就農藥肥料，該人工個個嚟是單位嘅保險，嚟補償了信息，可能太提倡農民接受得到。天災不出呢，就冇辦法通過誒。何況嘅天然災害係保險公司嘅盈利單位呢，虧損唔得咧。保險係冇批妥嘅實批呢，繳上呢，係冇做好，很一般，很難，農民點都增加負擔。農作物嘅保險嗌掉當希望政府做得撈嗌掉只平解平地來做只農民通該權利要強權啦按怎去公平啦。納稅率冇納入農業保險嘅時間嘅時候，而喺評選機制冇乜嘅公平啦。你下全台灣第一份那個農作物嘅保險單，樣片會出來的哦。你下農民大家都點看，係咪真緊那個保險嘅？那個方式做得調過安個方式，本記到個生產機制還加有保障，你先協管下，樣片個做咧繼續討論。大家嗰陣都出面睇會嘅討論現場，呢邊基本呢，我哋討論一個農業保險，就係農作物嘅保險，用個調過按用保險嘅機制哦，不農民從調過來就以至係蒙天來落實按用嘅傳統嘅方式，做啲較現代、較進步，要嚟保障哦。咁個跳下呢，談到農民要懂得嘅想法，咁個睇啲講起來，係對一個農業保險嘅那個保單的內容哈，其實還是有很多討論的空間。那現在呢，由這個中央政府提出說要做這個農作物保險，那由民間公司來規劃這個保單的內容，由農民來自出保費，可能也得到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保費上的補助，一起來成就這件事情。然後從新竹縣開始做高階里的示範，是不是看這個點線面可以慢慢的擴展，慢慢的這整個制度成熟健全起來以後，可以替代掉現在的這個天然農業災害的救助辦法，讓這個農民的生計得到更大的保障。現在這個保單的一些基本形式已經出來了哈，這是由民間公司他們自己規劃的一個保單的方向形式，大概有這兩種。一種呢是所謂的補償型，它跟我們現在天然災害救助的方法比較像哈，一旦發生天災的時候呢，是先做實際的看災，如果你損失多少就實損實賠，需不需要人力需要，需不需要行政成本要，都是屬於比較高的哦。那它的理賠時間相對的也比較長。那還有一種是比較新型的，這種是指數型的，它是設定一定的理賠條件，好比說一定的天氣條件，太熱或者是太冷，雨太多或者是乾旱，只要達到那個標準，我一律理賠。所以只要在辦公
公司，我不要到现场去勘察，我只要透过数据跟资料齐全，我就可以认定它的理赔条件已经达到了哈。那它相对人力跟行政成本、理赔的时间都是比较相对起来是比较有好处的。不过想当然尔，它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它的保费可能也要比较高。那这样的问题，我就要再请教一下我们的那个科长，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目前来讲，农民的需求。在我们的了解哈，到底会是哪一个才是真正对他们是比较有实际帮助的？我想哈，这个保单分为补偿型跟指数型啊哈。那指数型是只要你的天气的这个条件符合到一定的这个理赔的这个条件的话，就会这一个理赔。那这个的勘灾成本是比较低，但是我们现在国内大概是。都是应该会朝向这个比较有可能是朝向补偿型的，那就跟现在的天然灾害救助差不多形式。对，因为补偿型的它也要经过实地的这个勘损，那看它的这个损失的程度到底是有没有达到理赔的标准这样子。所以还是比较偏向补偿型。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秘书，对我们的产险公司来讲哈，现在大概会是哪一个方向会定案下来这个保单？保险本来就是讲求损害填补哈，那也就是说你的损害有多少要去算，对，那就讲的就是实损实赔。那在过去的保单大概都是这一型的，那因为它有它的缺点，就像理赔的时间比较长，理赔的这一些成本也比较高，不容易。对。那在今年的2月16号，主管机关已经核准了一个。所谓的参数型，也就是这边讲的指数型的一个天气保险的一个自律规范。也就是说，你可以约定当你的这个温度在几度的时候，或者是雨量在多少的时候，那你只要达到，那保险公司就会负责理赔。那会比较偏向哪一种啊？目前大概高阶理这一章，因为它早在1-2年前就开始规划了，对，所以他应该，我在猜啦，他应该是走实损实赔的方式。不过以目前农业保险推的比较多的，像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他都一直在推指数型的部分。那天气保险，当然今天我们讲的是农业保险，事实上它很多的服务业也都适用的。那教授你怎么看？其实对农民来讲，指数型的这种只要达到一定的天候条件设定到了有达到，它就可以得到理赔。对比较小范围小农或者是它的承保范围都是比较大、比较有好处的。那其实如果是补偿型的话，照现在2位来宾这边提到说，目前现阶段第一档试办保单可能还是走补偿型。那对农民来讲，其实跟天然灾害救助的方式一样，也是要经过冗长的勘灾跟行政程序。对他们来讲，那种不信心、那种危机感可能还是会存在哦。你是怎么看？是。这个指数型的一个天气保险呢，它是属于新兴的一个保险的一个商品。那目前呢，在一些国家的应用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那如果说呢，我们一下子要朝这个指数型的一个天气保险来做的话呢，可能一下子之间呢，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的条件呢还不够。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么绵密的这些可以监测天气的这些的仪器，那些技术还没有跟上来。基本上呢，这个天气指数型的保险，也就是说，当你的雨量在一天内要累积到多少的一个程度以上，或者温度的监控要在这个多少度以下，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理赔。那事实上呢，这个温度的这样一个设定呢，跟你实际的灾害呢，可能也不一定是成一个比例，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基差的一个风险。所以呢，目前呢，在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这些条件还不够一个健全的话呢，可能还是朝向一般保守做法，比较普遍的就是一个实损实赔补偿型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个部分会不会跟现有的这个天灾救助的这种勘察是一样的呢？事实上呢，目前这个天灾救助的一个勘察呢，事实上是个比较宽松的，因为它其实只是要认定你的一个灾损有没有超过2成以上。就可以去来现场去目测、拍照，就这么简单阳春的方式啊。是，这个不只是一个现场拍照，其实现在呢，在一个科技发达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卫星影像判读或者遥测的一个方式呢，事实上也可以来减少我们这个勘灾的一个成本。那像日本呢，它可能会协同这个当地的一个农业委员会、民间的一个政府的
民间的一个农民的代表，以及产险公司的一个代表，至少有三个人为一个勘灾的一个小组，这就能够降低它的一个争议。所以这个目前呢，大概10损10赔呢，也是一个可以去朝向的一个做法，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用这种方式。好，现在如果真的天灾来了，要开始实地去勘警的时候，这个勘警的过程就有很多模糊或灰色的地带。跟教授这边提到的，农民的忧虑到底在哪里呢？他们的忧虑有没有根据？你对唐吉六很勇的讲诶。北京存货量北京应该他发符条件、补助的条件因为政府这样的灾害补助呢，损失20%以上都可以这样的。何况也已经半个价呀，当然呢，可能政府财政管理啦，也不便这样的，所以呢，大家多年来大家对政府这样的灾害补助呢，无寄予太嘅希望啦。咁你無偷到佢係乜唔介意波啊？係咪？商家有的冇一幫啦，冇按用嘅，有的會多少吼。佢唔會讓人減嘛，好比講捱保5甲天來講，這個檢查的人會講說，你嘛加減好我減一個吼，減嘅吼兩省啊3省啊樣嘅。民怨四起的眼睛嘛，喺度認定，因為認定的標準太主觀化，我哋嘛都擔心講，那萬一農業保險開始判的是。政府啊，當注意呢邊認定的問題，有可能產生到保險公司球員兼裁判，按呢本農民的損失剝削嘅狀態。因咧產線無同樣，就應該產下電房，永遠咧擋房，風係一擋風係是不是很嚴重？那往往以往很多經驗都發生在說。這個在門檻，尤其是在門檻那個臨界那附近就會有到底有沒有因為有過那個門檻就有補助，沒過那個門檻就沒補助剛好那個情況又在那個門檻邊緣經常都會造成了這個民眾對於這個認定上的一些跟這個認定人員的一些爭議也其實無形當中也產生一點點的。政府單位跟民間間的一點點摩擦。好，江委員，剛剛我們看到影片中，農民就講到，其實在這個臨界點，要補償不補償，那個要過不過之間的問題最多，而且將人的這個因素進來，其實對這個勘警勘災到底如何認定，很多問題。我想過去我在這將近4年的時間真的颱風、雨害、寒害，甚至氣候異常，我去會勘大概不下10次以上然後會勘的當下，其實我們是大規模看一個大概的狀況，農政單位大概也判定說，這個大概已經構成了天然的災損。可是等到這些地方的公所人員，他要去做每一戶、每一個農場的這個個別鑑定的時候，我就接到很多的農民的電話了。因為只要他沒有過，他一定覺得說，為什麼我的沒有過？對，那還得了？為什麼隔壁的過那你跟他。那個勘災的人員跟他講說你這就沒有超過20%那另外一個可能是看起來也差不多可是他就認為他20%幾，你怎麼能夠一顆一顆去算？所以這個就會造成到時候的一些糾紛跟爭議那天然災害救助是政府本身的經費，對，那個可能有些農民最後摸摸鼻子就算了，是也只能抱怨。但是如果是農民自己有繳費的保險的時候，你有這樣子的認定賠償的爭議跟糾紛的時候，那是不是又要走到法律訴訟去？是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將來在推動這個制度上，尤其是補償型的、10損10賠型的這一種的保險的理賠，用在這個我們講農作物上面的時候，我覺得它會產生的爭議跟糾紛是現在我們要去想的，它要如何去避免？還是說你用另外一種模式，比如說指數型的，對那一種來做你認定的一個標準，否則這樣的爭議，我真的很擔心，因為整個災害發生的時候，你絕對不是單一戶而已，那是整片的，對，那你有沒有這麼多的人員去勘災？然後剛剛提到說球員兼裁判的問題，那政府要不要跳進來幫你做認定？
政府跳进来做认定，到底对农委会来讲会不会是吃力不讨好？是。对地方政府单位来讲，会不会这个公亲变事主？我觉得这些问题会是将来挑战很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保单的设计一定要把这一个部分考虑进去，否则到时候这个纠纷会非常的大，然后农民本身没有得到保障，而陷入了另外一个法律上的纠纷，那我觉得就把这个美意给打消掉了啦，还不用实际示范，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争议跟困难的存在哦。那秘书，事实上委员讲的跟我们农民反映的，这确实是存在在现实生活的一种问题哦。那到底这个就现场勘灾，到底我们产业界有这样的人力，有这样的专业知识，还有你们要克服的技术，到底具备的条件在哪里哦？如果是养殖业，我死在渔翁里面一群，我能把水抽掉检查鱼的尸体吗？这都是种都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的确哦，刚刚这个江委员讲的都是事实哈。那保险公司目前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可以去做勘灾啦。所以未来真的发生理赔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仰助目前的一个行政系统，不管是公所也好，或者是农会，或者是农改场，毕竟他们比较专业。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可能慢慢的保险公司要去把它承接下来，毕竟你做了以后，希望它是永远一直继续做下去，而不是只做1年啦。因为理赔往往都是保险之后的最有争议的地方所在啦。那尤其是农作物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那个渔业啊，一池子的鱼死掉，你不可能说一条一条去算，所以为什么会慢慢的去思考说，或许指数型的部分是一个避免理赔争论的一个做法，不过它毕竟不是现行的主流啦，只是说有些国家它可能慢慢的都朝这个在发展，那或许未来我们针对这一个部分，保险业也应该会去很慎重的考虑。所以现在我们的保单目前现在可能再过几个月就会出来了嘛，就经过审核了之后，那原则上如果还是照补偿型的，你们只好等到天灾发生了之后，再在这个实际勘灾，看当时会碰到一些什么棘手的问题，可能再跟公部门这边再做可能会一些改变。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当然，委员，因为我觉得刚刚我们秘书这边所讲的哈，我真的还是强烈建议应该要拿别人这个过去成效不佳的这种案例来分析一下，不要去重蹈覆辙。因为其实对这种保险，它跟我们一般这种人身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是不一样的。这种保险其实上就是要告诉农民说，你现在种这些果树，扣梯甲崩，好，然后你先丢一点成本出来，这些成本透过保险公司的机制或政府的机制做了一些转投资，赚了一些钱。万一你们受损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某种程度的这个补偿补贴，去减掉你可能遭遇到的风险，而不是说保险发生的时候，我来跟你斤斤计较，说你这里掉了几颗水梨啦，掉了几颗这个柑橘啊。那如果是这样的保险的话，我觉得那个太伤我们的人力了，你根本是做不到的。是，那教授，这种农作保险是不是它的特殊性真的很特别哦？是不是真的应该农民在农作的现场，他们提出的需求，他们希望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的程度，来这样由下而上去设计这样一个保单，是可行的呢？当然，农民的一个投保的意愿非常的一个重要。这个投保的意愿呢，跟他的这个要负担的一个保费多少有关系。我刚刚提到了，在日本，他们这个水梨呢，他们的保险的费率是5.5%。那如果说以台湾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呢，我们1公顷高阶梨的成员费的整个成本呢是70万。对，我们目前的一个天灾救助呢，如果说发生这个损失的话呢，是每公顷呢给予9万块的一个现金的一个救助。对。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你如果说农民希望保障到你的这个生产成本70万的话呢，我们换算过来，这个费率5.5%，你大概要负担3750块钱。那如果说再扣掉政府的一些补助的话，那农民到底可以接受到多少的一个程度？那刚刚江委员有提到，我们也可以先从农民可以接受到多少的一个保费的一个程度来去设计我们的一个保单。那刚刚秘书也有提到，我们在整个一个保单设计呢，如果说以国外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有指定的一个险种，
比如说我只可以投保寒害或者台风，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全险，就是说不分你灾害的类别，这个当然所对应的这个保费就不一样。不过我们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哈，这个承保的对象一定要扩大哈，这个范围也要扩大，才能够符合这种大数法则，真正让这个承保的这个基础会更稳定。那当然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栽作面积最大、栽作的农民数最多的这个项目纳进来。该系嘛该呢？该就系无哦。那个跳过方面那一款哈，其实水稻的种植哈，在纳入这个农作物保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你那款。风吹到呼呼滚，让4号嘅雾气伫水田空，一安江嘅风景，早嚟讲全台湾哪就看得到。一下4田嘅面積差唔多有26萬公頃安多，有22萬戶較加年都啲嘅種。唔過而家唔啲，按16度嘅番愛種起來。有樣冇按改。你不要有时候这样都种好了，它一定会活，未必啊。它如果万一大水来了，把它整个到处都淹了，譬如说淹个天数多了，它也会整个死掉。啲蔬菜排洪地度，购置搶菜白天1天2，無為白天3。秧苗期，像天气如果冷了，哦，或甚至是下霜，哦，它这个水稻它也会怕冷，它的叶就会黄掉，会黄化，甚至会枯死，会冷死就对了。那这个东西都会造成说，在我们栽培上哦，会造成这个损失。没讲话大陆咯，跟毛路睇咧就会生啊，所以讲贵是都贵班的就是咯。江中貴成人已經有50年老經驗嘅唐阿伯，講到無嘅生涯就當飯咯。4田接送多嘅情形，像落床叫伊為生涯，伊個較太掉嘅就會倒過，北風菜無穿為包牙，損害嘅長途老補出經驗當有關係。照統計，無為當年損失頭車有7億卡價，但像係北風菜一年就造成5億6000萬嘅損失，比伊大傷害嘅影響還較大。喺整體蔬菜作物當中，損失價值超過70%。氣候保險現在就是說哈，如果說去看實際天氣發生的一個這個狀況來做理賠的話，會有一個問題。第一個，比如說人家的周產嘅呢地方啊，你沒有觀測資料，我怎麼知道它真的是達到那個標準嘛？哈，在大家的這個農作的地方會設觀測資料，所以當溫度或雨量達到一定值，加就做理賠。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需要去克服的地方了。我們現在的保險可能是產物的保險，然後人身的保險、健康的保險這一類的保險法規。那針對農作物這一部分，目前我們是沒有看到。所以是不是能夠沿用現在的產物保險的條例來做？我覺得這個必須要去細部研究。那如果缺乏這個法源的時候，可能也必須再另外立一個農業保險的法源。一下嘅在可以救出辦法，用現金同專案嘅方式，留損害較嚴重嘅農民天數。唔過救出經驗，但將係生產成本嘅20%。勘查同驗田嘅過程要接受會有爭議，一保障機制保障會得農民嘅利益冇，係一下會從事，未會實地位去做嘅工作。可能養田哦，你養田問題應該請問科長哦。其實像我們水稻種作26萬公頃，是所有作物當中種植面積最大的哈。將來當然我們這是列在這個10項這個要試做的這個名單之內了哈。不過它的期程呢，那針對我們這次農作物的保險，又說是我們今年度農委會的一個重要的施政計劃了哈。那大概目前我們會距離的這個進程是怎麼樣的？我想這個稻米是台灣主要的這個糧食作物，那它栽種的面積也最大，農民數也最多，那分布的區域也最廣，那它的生長期也最明顯，那它的災損認定也這個爭議比較多，也爭議也比較少。那綜合這幾個條件，其實我們水稻是非常適合作為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的一個品項。那在日本的話，日本的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這個水稻是把它納入這個強制投保的。是。那據我們了解，也有保險公司對於
这个开发这个稻米的这个保单会有兴趣的。有兴趣的哈。那委员，其实我们说到其他国家哈，他们比较成熟的这种农作物保险，有一个很重要的强力后盾，就是必须它有法源的依据哈，必须法律来当做它的后盾。那在台湾来讲，我们是不是也真的该到了真正把这个农业保险法的草案也好什么，也该有提出来了？已经喊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也该有了呢？我觉得目前我们的农发条例是说试办嘛，那我个人倒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方面的保险经验，包括私人公司也没有。那现在如果可以用务实的方式，就是先用试办的方式来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来同时去拟定那一个农业保险的这个草案的话，会比较实际一点。否则现在我们都没有任何实际的经验，实际做法上面遇到了这些问题，还有哪一些问题应该要透过法规来规范它，都没有。那可能去拿产物保险的相关的法规来因应，那这样子会不会跟实际运作上面有落差？反而是有了这样的法绑住了你在实际上面可以做弹性调整的一些空间的话，那我觉得也不好。所以现阶段我是比较主张应该先以务实的方式先试办整个农业保险。先实际去做，从中知道他因心因格之建议的。那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法治健全化的这条路我们台湾应该怎么走？就如同刚刚科长提到的，在日本他们在实施这个水稻，就是采取强制险的一个方式，所有的农民在达到一定规模以上呢，都要纳入到这个农作的一个保险。这个强制险呢，这时候政府呢就需要更好好的去精算政府到底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支持到达多大的一个程度。当然，目前在试办针对少数几个作物来做的话呢，政府的财力呢还不构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如果说以水稻而言，它是一个种植面积这么一个广泛，那这时候可能会造成政府相当大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们也不妨去思考，目前呢，比如政府呢在水稻方面有一个保证价格的一个收购，那我们也知道呢，因为 WTO 的一个规范，我们有关于这个保证价格的收购呢是要被限制的，但是呢，这样一个被限制不代表说政府就不再继续照顾我们的稻农的一个生活，它可以改变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把过去的这样一个稻米保价收购的一些补助的一个金额，是不是可以考虑转移用一个保险的一个机制来做一些保费或者政府公共支持的一些经费的来源？这时候可以需要再进一步精算，可能对农民的一个保障的程度会更高。那秘书，我再请教一下，其实如果说这个农作物的保险要成功当然法源就有法律的支持很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对产险公司来讲，这个再保险的制度可能也要把它建立起它应有的机制，才会让这个运作更顺所以目前大概工会这边我们也尝试因为毕竟第一张保单即将问世那我们也尝试找其他没有保单的公司，大家一起来合作某种程度把大部分的100%的一个保险业务把它留在台湾，那有一部分就把它分到国外去，那这样可能我们的主控权会比较高那这样可能对农民也会比较有帮助，有保障一点，对运作的顺行是有帮助的。最后，科长，事实上今年度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就这件事情来讲，现在的进程再跟我们大家就说明一下。依据我们的期程我们内部规划的期程，因为这一张保单应该最近会送到金管会，那我们是希望在大概是8月份左右，今年8月，对，我们的规划的期程是这个样子。那当然，这个还要是这个金管会那边对保单的这个审查的这个状况。其实用讲起来，也特别是针对农民所生产的农作物咧，为去到做保险，係讲拄到天灾嘅破坏嘅时节，去做得到利润保障，做得本几多生法就下问题你喺咩度推翻，真正做得反压做起来呢？那大家都定能看基本嘅讨论到到了，非常感谢大家嘅收看，也感谢5位来宾嘅参加非常感谢大家，你再会。